咱是福音主任，真拄好机会，请到刘三牧师来吼，分享互咱一段信息，也互咱了解现今的世代，最所讲的是人类50-60年的中间，咱这代拄着迄个变化真大的时代。但无论安怎，遐个时代的变化，拢袂当隔断咱甲上帝的听，也袂当隔断上帝伫咱心中奇妙的作为吼。虽然世代的变化真大，真新的物件就出现，总是咱有一项就是确定的，就是上帝永远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上帝伊的囝儿，咱是伊的手所做奇妙的工。OK， 来，咱一生就是要荣耀上帝，就是要学了上帝，就是要敬拜上帝。现在起，咱嘛是同款，咱要来学了，要来敬拜，咱来唱这首《当我仰望你》。当我仰望你一生的美，当我离开你仰望你。相信一切拢才最坎坷。当我听你的心意真开朗，我要用跳来做你的宝座。你出现更着相信一切拢才最坎坷。我相信一切都在。
歌就是要敬拜伊。来，咱过来，搁唱一遍吼，来，无歌声以后咱相相等。等我仰望你之前的你，等我停下来领用你，你主你眼能够修饰一切，我家最坦白。主被给总是给我的高位。
正信徒好信心，而且来往伫遐来往拢共款哦。各位英苗处处对的名，哇！正信徒是好信心，而且来往。各位英苗处处对的名。兄弟姐妹，这内底你的出这个就已经你走的呢，你有打散无？我记得呢，我咧甲看，我甲看到尾，差不多将近要一半人哦，将近要一半人，拢斗入去教会服侍中间。无论你对主日学的教员辅导青少年的辅导，过来咱的社青，咱的副团体，到伫社区，嘛是搁较侪人到伫别个所在，咱的爱餐嘛是介侪人伫遐着活，咱的中道才有享受迄个丰盛的中道。相关对伊个共款，拢到伫咧服侍中间，哇！一间教会啦，超过一半，甚至是全体人一人一服侍，拢伫服侍的时阵，一间教会你讲，伊毋走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啊！大家拢伫服侍，大家拢拍拼伫前面伫服侍。这台船台往前开，这台火车有去冲吗？一定会行的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邀请你，就咱的全车人赶紧起来参与服侍，等下你会感受到迄个愈服侍愈甘甜。主的贵人伫咱的中间，就咱起做一间水的教会，一间福气的教会，来咱搁唱出。我想是咱大家